好，大家晚安，大家晚安，大家晚安。唔知影大家敢食过暗顿啊？今仔日开较早吼，今仔日吼要来算一个叫做 Shotgun King，的这个算是一个小品的 game。这个 Shotgun 就是一种枪啦，一种枪。虽然即马看起来若像要无信众朋友来吼，不过袂要紧。好，咱就报道的朋友，就听着我伫遮啰嗦吼。好啦，吼，关心就莫讲伤济，直接开始啊！伊个有无共款的迄个 mode 会使选，来看卖吼。毋过即马嘛，敢若夏夜暗安，就是你旁调，敢有食暗顿啊？今日嘛足寒的吼，就是要食火锅的。好，即马嘛，敢若即种模式会当算，无咱就直接嘛免选啦。这啥？伊个有无共款的穿会当迄个。毋过即马应该是敢若有头一种会使用吼。来看卖哦，有一个即个穿的数据 ，fire power， 可能是伊的迄个可能是伊的伤害啦。对啊，有够寒呢，大家拢爱注意呢，爱保护家己的迄个脑后，佮有规个身体啦。直接开始算好。哇，伊个有即个背景故事吼，来朗读者。The Black King had been an这个字体有淡薄恶读 ，extravagant。哇，这什么意思？我嘛唔知。And unpleasant ruler。所以迄个欧式的这个国王吼，是一个人无介意的一个统治者啦。As the years went by, more and more of his subjects were won over by the White King, who offered higher wages and genuinely decent work. 所以就是迄个欧式国王的人吼，拢互白色国王恶去啊，因为这个欧式国王是一个互人做无介意的统治者。白色国王都互因较好的迄个薪水，都甲伊下骹的人甲伊骹手人拢恶去啊。好，读到倒位。And then they took his castle. His knights resigned from his service. Even his wife, the king, abandoned him. 所以就是迄个 castle 那啥，伊的城吼嘛，互白色国王摕去吼。因某嘛，就是迄个风萧，嘛，甲伊放杀安尼。一个做人失败的欧式国王，就是咱，就是咱。Okay. Before leaving, the last black bishop came to the Black Knight and told him, "Thou hast been a bad king, yet thy reign is still holy. Thou shalt retain a claim over thine former subjects' souls, and we may yet have cause to fear thine wrath. Thus, need my warning, the wrath of a man as godly as might thee be is ever his undoing." 伊即个开口是迄个呢，较古早人的英语呢。好，或者就是即个欧式国王吼，佮剩一个主教啦。就是若是有咧行迄个西洋棋的朋友，可能知影，就是迄个棋子内底，
机子内底有一粒主角，或者这个主角就是甲伊讲，伊讲啥呢？或者就是你以前毋是一个做好的国王，毋过你的国原来是神圣的国，所以你嘛是爱甲你的迄个统治摕倒转来的意思。简单讲就是安尼啦。后壁我感觉就是，其实拢是咧，改口可能我感觉无介重要，我嘛变大翻译吼。家己安尼讲，阿酸暗安，多谢你来捧场，阿酸暗安。刷来啊，But the Black King was abandoned by all, with not a rook left to his name. 或者就是全部的人拢甲即个黑色国王放杀，就是连一座城拢无安尼。All he had left was his prized royal shotgun. 伊啥物拢无，剩一支枪。The shreds of his dignity and the growing fires of the prophesied wrath. 佢哋就想起啦，ever my undoing was it? Undone. Just what more exactly could I lose? 已經無啥物會當失去嘅啦。Just what? In his dark folly, the knight loaded the shotgun and went to meet his final checkmate. 佢哋就是即個足生氣嘅黑色國王，就是甲伊嘅迄個村嘅就是上尾嘅即支槍就是甲伊囥槍指入去，就要來迄個人要來報仇就對啊，應該是會當開始來迄個報仇啊咱來看覓這邊安怎算。頭拄仔故事有講到就是攏無朋友啊啦，敢若剩伊一個人甲一支槍，伊原底迄個黑色嘅機子，攏互迄個白色國王買去啊，看覓有即個 range 呢，就是迄個射程，就是你嘅槍會當拍偌遠，伊講是395，所以可能只會當，可能袂當超過即個點呢。大家看，若是超過即個距離，伊就反烏，安尼應該就是拍袂到的意思。若是較晏，就是無囥遐遠，就拍會到。咱看覓到底會當創啥？敢會當行？你啊暗暗，會使行好。毋過我要行去倒位咧？這敢拍會到？應該是拍袂到，無我閣行挖過來。這應該拍會到啊吼！哎呦，有，所以這三粒等會行的意思。好。這甲迄個日本的迄個，這甲日本的迄個叫做啥？將棋共款的，就是我睇是的，是毋是？毋是。迄個日本的將棋內底，你若是甲對方的迄個棋子睇是，你會當甲變做家己的。毋過這內底毋是吼，這內底是敢若會當互你用迄個馬迄個行法來行，毋知影是行一擺，還是會當一直行。這我也無確定，毋過無就行看覓就知影吼。安尼應該是一擺啦，敢若會當行一擺就無啊。我想看覓我應該愛來遮。大家敢食暗頓啊？今日足適合食火鍋。Bishop 要安怎行咧？我行到，我感覺無需要呢。我閣想看覓無來食。行毋對啊！無要緊。救命！我袂當行到迄個，
无我行到现在袂使啊，煞要去写考卷啊，好，你爱认真吼，你会使去报档，嘿，哦，写个讲较晚才食，无就会枵啊，嘛对，他被骂死哒，哦，你是咧甲我斗练日语是毋？多谢，哦，大家也会记得我，有想要学日文，哦，我足感动诶，多谢吉峰安，吉峰敢食饱？无我要行咯，无我行来遮好啊，可以，甲伊弹，好，啊哈，通过啊，好，这啥？哦 ，choose a set of choose a set of cards， 所以这是会使选牌啊，还多谢吉峰。安尼我是毋是爱用日语甲你用？无我其实嘛无练习到迄个讲的部分，敢若练习到读尔。还伊嘛咱咧算即个，我感觉我家己是单入心。好，来看觅吼，看这牌仔是啥？cornered despot。Flip card if your king is not on the board's edge. Shortage. Remove one pawn. 哇，真是，了毋知影伊个意思。吉峰食饱哦，他要 master。好，我知，安尼无就是你用日文拍字哦，我若读有，我就甲翻做台语哦，你就知影我读有。我若读无，我才来画救命就好啊。安尼应该嘛是有练习到吼。Cannon fodder use pawn souls to 无凊彩镜好啊，镜看觅。咱嘛毋知影牌仔会当创啥。来看觅，这敢会伤大声啊？无我用较细声啊，保护大家耳仔。哦 ，cannon fodder，过来 ，remove one king，add one bishop。哦，所以这应该是当小可改变迄个规则的意思是。我感觉应该爱为遮来啦。哦，爱设置迄个马会使后白走，爱设置。啊，主角来啊！马，哦，水，主角过来啊！救命！哦，安尼弹袂着哦。啊哈，安尼是要安怎咧？哦，哦，所以细只的兵仔应该是唔免插伊的意思。Rightful courtesy， 哦，即个字真正无好读。无凊彩镜好啊，真正较无咧想。秘密がルシムさんは这边要读守ってきた。什么意思？为ルシム遐保护耳啊，还是？耳がルシムさんは守ってきた。夕日暗暗。无啦，今日开较早啦，大家若是较晚到，应该嘛是素常；较晚到应该嘛是素常。敢有食饭？食饱未？天气寒的时阵，就是爱食较饱吼，穿较少吼。
哇，我画救命，结放即句，较困难，这我也袂学着。Remove one knight, add 2 pawns。到底是啥物意思咧？刷去。哦，牛肉汤，足久无食牛肉汤啊！牛肉汤有够好食。Exhausted because your king is not on the board's edge。所以这是爱秘伫迄个嘎嘎食的迄个，莫插伊好啊。爱设置迄个主角较麻烦哦。点心是细粒 tomato。顶摆有讲到你上喜欢的吼。饮料啉牛奶哦，个骨头就爱啉牛奶啦，个头脑就爱找惯性吼。互伊迄个。日本话黑白豆有写是毋对的，原来是安尼。无要紧，你是有时的黑白豆，我是绝对拢是黑白豆的。救命！这有影有了仔困难，而且我无算是足够，无啥会晓行西洋棋，所以其实爱想一个。无称纸啊，死啊！无称纸是毋是就 game over？ 我剩，这应该是无救啊呢，对无？迄个牌应该是伫边仔就会使，安尼我爱来边仔的意思。无我来，安尼就会使哦。It's not on the board's edge. Board's edge. 毋是 the corner， 是 board's edge。安尼就会使，原来是安尼。毋过伊的效果是啥？plus 2 fire power。所以我就会加两。所以我若是我搁出来啦，我搁入去啊，伊就会补枪支。毋是 fire power 是伤害哦。原来是安尼。我是毋是拖伤久才互伊迄个生一个声？歹势，我无咧嘛。Cat 暗，足久无看，对啊，足久无看呢。敢食饱？敢有食暗的？安尼飞来飞过去，我无好处理。暗。单是，我有了想要抵即个，我是毋是会使摕伊的？遮袂使行啊！我是毋是会使摕伊的灵魂？会使呢，安尼方便哦。好，安尼我爱设置。豆行过来。我是会通去倒位，我嘛毋知。安尼我真正摕伊无法呢。是我其实会使，会使。即马要来煮中昼顿，你要食中昼顿，是咱有时差。伊即个主角其实会足够的呢。安尼拍袂着。伊真正飞来飞过去，原来是时差。安尼我做好现，借问你即马人伫倒位？冠生即马人伫新庄。对，伫新庄，新庄伫台湾，大家知影。Every 10 turns plus 1 fire power。那像袂歹哦。You can't escape her. Add 1 queen。所以这应该所以我了解啊，我开始看有啊。黑色的是迄个，黑色的是我的优势，会当互我
搁较强、搁较好诶。啊，白色诶是迄个白色国王诶优势，会当互白色诶迄边搁较好诶。应该是安尼。啊哈，原来是安尼。King is allowed to right-click to fire all loaded shells。所以我会当做一摆大两个庆忌哦。我较感觉，毋是我较感觉，袂晓讲诶，我较介意倒一个，好，无这这好啊，要拍骹手啊！哎呦，寒天就是安尼。结婚即马咧徛一电车啊，这我知，这就是迄个铁马嘛，咱的迄个脚踏车。好，安尼你都伫来设计呢，你袂使哪徛哪看画面呢，安尼应该较危险嘛。爱注意哦，安全上要紧啊。是安怎拍骹手嘛会当迄个 task 的？要紧，大家欢喜的。安尼 cat 昨无看到，昨耍 Minecraft 的时阵，有人偷啊烫衫，毋知影是啥吼。我想看卖哦，有风险，所以我应该爱，无我行到遮应该是安全。好，安全。好，无安全，我会使去倒位？我会使来遮。处理掉啊！一定毋是惯性啦。明伟暗安。遮袂使行。多谢游戏吼。好，我毋是拍骹手，是拍你的心。好。是的无设计拍着你的心。我毋是雕过而已。游戏是安怎家己跋倒，家己跋倒佫较好笑呢。安尼刷来应该简单啊啦，我就是爱接近咱的主角对无？安尼就无代志啊。因应该是对，因袂当外头行，因是正常的迄个。我知啊，因若是行到尾，因就会甲迄个一般的规则共款啊，就会变做别种机制啊。原来是安尼。明伟讲即款敢有迄个中文版的有啦，毋过伊的中文是迄个简体，简体冠生较看无，所以冠生就选即个我较看有的，我较看有的英文。大家若是看有简体，会使去 Steam 顶面找。はい気をつけてます。気をつけてます是啥物意思？我要看卖，我若要毋对，请大家甲我讲。敢是讲我会注意，就是头拄仔讲迄个爱设字、爱看路的迄个部分。毋对，你想要搁有法度拍字甲我讲话，好，你是毋是无咧看路？还是你是等迄个青红灯的时阵摕起来拍一个字安尼？好啦，冠生有时其实冠生其实有时嘛是安尼，毋过上好是卖啦。Crusades remove one bishop, add 2 knights. 两个拢做危险的感觉。Refill your what？ 选袂出来。无就这好啊。对啊，这其实介好耍呢。我做机台当试看觅别种穿，虽然头拄仔无甲斟酌看。咱即马有两个风险，那会当带两个，两个主角，这到底作用是啥物啊？会记即啦。
来看麦。啊哈，+2 firepower。所以我伫迄个边仔的时阵，就会伫边仔的时阵，伊就会甲人拍会较疼，甲人弹掉会搁较疼。爱先闪。对，真正是游戏。台湾交通，甲你看到惯性的是，你的心共款乱。好，多谢。啊，伫边仔的时阵，迄个，哎呦，我敢来当行回遮。伫边仔的时阵，攻击会加2，就像安尼吼。毋过遮无枪支，好。我行回遮。无小等伊若是变风hiệu就麻烦啊，对无？嘿嘿，水，刷来伊是乌色的嘛？飞碟是乌色的主角，所以我若是惊白色的，就一定袂有问题。问题是伊会飞，伊会晓飞。哎呦，简单啦，敢来当安尼拍。啊哈 ，easy。家己立一个，家己用一个 flag 吼，小等就知会死。这有够凶，啥物意思 ？Bishop +1 can heal。即摆主角会当甲人治疗。有像迄个主角的迄个感觉。过来这啥？加2只马，加一个。加足侪物件。迄个白色的拢会行较慢。脚踏车变手，脚踏车比手机无差我。啥物意思？脚踏车变手机无差我一人，无差我一人。脚踏车变手机啊，无差你一人。袂使，咱是为着家己的性命安全来迄个。嘿，好啦，无要紧，就是嘿，请安全。会使加迄个呢？我想看觅 Fire Arc， 搁较快，搁较疼，无就这。嘿。这是乌色的主角，所以我爱为遮来，遮安全。救命！水！袂记一啦。想看觅为倒为遮应该安全。哇，有迄个爽快的感觉呢。等下这主角白色的，所以我徛遮安全好，无问题。救命！遮会，遮袂使checkmate 啦，对无？想看觅哦。风hiệu伫遮嘛，我毋是为遮会互这台是为遮安尼我死有单大敌机，敢是安尼讲 ？Try again， 过来一摆。伊是我共款的唱，好无要紧。哇，为头开始，真正是good game。好啊，这嘛是爱当做咧行棋吼。
嘛是爱注意袂当互 checkmate，所以其实嘛是有困难。主角拢是白色的哦。无，迄毋是主角呢。哦，迄是国王哦。哦，主角是白色的，所以我爱行位。主角是白色的，所以我爱行位遮，对啊。这是国王。这是国王。啊哈。看卖有啥物选择 ？If there's no bishop on the board， 哦，无主角的时阵就无效果。过来哩 ，non-knight pieces can cross the what? Moat. Cross the moat in one move。啥物是 cross the moat？ 我袂晓行去，所以我唔这好啊，无得这看起来就是若是互对方无主角，都拢无问题安尼。佮看一摆，就是因的迄个兵因的兵仔会行较紧嘛，主角嘛会行较紧。毋过若是无主角，就无即个效果。安尼咱直接，我原底是要用行的呢。安尼会使。哦，对，无主角无问题，水。来遮安全。刷来啊！接来泰国王好啊！袂当行位遐。简单。刷来是啥咧 ？Remove one king, add one bishop， 无爱。bishop bishop 会使甲人治疗。应该是无要紧，我看卖哦。来看黑色的是啥 ？Charge one additional shell in your shotgun. Use pawn souls to gain. 这算，无就这好啊。即摆就是专门要抬主角安尼。来哟，来哟。我毋是要开枪啦，哟。过来要创啥哩？来行咯。这会使，水。我最介意这个声呢，其实。无看诶。bang。无设计用掉啊！无彩，我甲看做兵仔诶灵魂啊！好，即马风向一定会来，好来看卖哦。Welcome gift。对啊，一般 mode 是迄个，对，我知影，就是迄个甲城围起来的好。毋过我嘛袂，我敢若知影迄个啥，象棋内底有迄个叫做楚河汉界。毋过西洋棋应该无 mode 对无？所以我嘛想无伊个意思。无后摆选看卖，应该就知影。Undercover mission. When you reach the waypoint, what's a waypoint? Waypoint 是啥？我嘛唔知。Choose a disruption effect and play an extra turn. Waypoint. 敢是我行到底的时阵会当有迄个，会当有得到迄个好处。好，无选看卖就知影。
哦，原来是这个 question mark 的所在哦。安尼我了解，安尼简单啊。咱就直接来嘛，免想遐济嘛。等下哦，红叶要行，红叶较危险。袂使。食好。遐袂使行。也当个家己治疗哦。好哦。是安怎？我无得开枪，我知影。好，安尼咱行来这个店看卖。耶！我会当选啥物 ？Deactivate a white card of your choice。敢来当选这好。哒哒。其实无啥物效果吼。好啦，好一关咯。Shortage, remove 1 pound. Last Guardian. 哇，那敢若剩一个。上尾迄个兵仔会直接变做别个，对，直接生变。Engrave scope. Right click. 这是迄个瞄准的迄啊。嘿嘿，也当家己当做迄个呢，也当家我的shotgun当做 sniper 咧用。毋过我较介意，好，无我选看卖好。等，好，小看卖哦，无我嘛是来 waypoint 遮好。应该安全啊，对，安全。好，我会使选无共的 poison their water。全部扣回，袂歹呢。Refill your ammo and 无这好啊，全部扣回。耶！我无所在啊，有这，我应该无啊，去倒位拢共款呢，无救啊。哇 ，checkmate！ 一个无设置的，来看卖吼，敢有啥物枪，无共的枪会当选。伊个会当看迄个你所有捌拄过的迄个选项。哇，过。这嘛无遐简单呢。我原底叫是一个简单的 game。Get 6+ fire range to unlock。所以伊有无共款的条件。毋过即摆嘛是干那会当算这。无要紧。毋免看，头拄仔读过啊。我无要开枪啊。袂当威胁。有风险出现的时阵，才要较注意的。这啥物 ？Karma， 因果业报。趣味哦。我行到迄个白色的所在的时阵，较无好；行到黑色的所在的时阵较好。来看卖。When you kill a piece, a rat bites the nearest target for 1 damage。我介意这呢，杀人的时阵，
甲对方抬示的时阵，会当会当会当搁靠因的会，啊哈，就是这种连续的感觉，吼，足快活的。嘿嘿啊！大家有看到迄只鸟鼠？有一只鸟鼠，哦，伊是王啊！再会。好。Add one rook after 20 turns. White backups come one turn sooner. 哦，我愈抬因就愈紧来，趣味。加三个兵，无要紧，兵啊，凊彩抬咧就抬死啊，哦，逐摆抬兵啊的时阵，会当加一粒枪支，这好呢。而且咱阁有即个鸟鼠嘛，轻轻松松啦。来哟！而且我感觉因兵仔伤济啊，其实会挡着因家己的路，所以其实互因兵仔嘛毋是歹代。白色个爱注意。是。哦，这关。风叶来啊。Saw of justice. Shooting moves you backwards. 开枪的时阵，我会为后壁迄个，这好耍呢，我想要算看觅。啊，毋过伊会互我手底，安尼也是蛮好啊，我无介意。手底的感觉，无啥物爽，较无爽快啦。好，继续杀人。哦。袂当为这。哇！无互我机会。啊！对，我袂记一啦，对啦，伫黑色的较家己选的，家己完全袂记一。哦，对啦，我徛伫白色的，就会惨死吼。看我今仔日到底会当到几楼？来啦，咱继续挑战。哇，记忆真正歹呢！我家己都做想要笑啊，应该来遮。我刷来几只来好？遮。想到袂？伊是王，伊是王，就是主角。来看白色的 ，Remove one knight, add 2 pawns，会使。哦，我的枪只会当探过因的迄个，会当探过敌人。这啥 ？High focus。这好啊！来看卖迄个枪支探过敌人是啥物款的感觉？好，我直接飞过来好啊！我较无耐心啦。
哦，啊哈！哇，Unholy Call，这个豆有够迄个，这是要调换啥物啊？这是要调换啥物恶魔？Add three pentagrams on the board。哦，伫迄个棋盘顶面加三个迄个加三个迄个星啦，就是五角的迄个星。Trigger one to get an extra turn。哦，水呢，就是棋盘顶面加三个所在，我行到遐就会当加一个回合。哦，互因加回尔。较恶境，好，无算过，算看觅。我看起来愈来愈迄个愈成歹人啊。Extra turn。毋过是毋是无啥物差别？啊，真危险！水，注意吼，风向来啊！哦，趣味哦！我若是毋捌睇过兵仔，兵仔都袂当甲我攻击。毋过应该我介意睇兵仔，所以这对我来讲无路用。而且我若是无甲因睇，因嘛是会行到迄个，行到底就会生变做别个机子啊。我应该爱先甲遮拢打过对无？安尼就已经 reload 啊！原来是安尼。头一摆较疼尔。头两摆头两摆较疼。风向要来爱注意。有主角救命！主角，风向。无竞技啊，系啊！袂使。会有够高呢！加在是白色的。我无爱选择啊，因为我还袂记进，所以我无爱选择。Subtle poison. Queen's moves limit. 风向变做敢若会当行一步，会安尼好呢？袂歹呢。我介意这。想看卖哦。买一个好啊。白色的，所以我爱形象。
哦，翡翠雷蒙爱玉暗暗，这个游戏你知影吼？你今日当先看冠星算看卖啊！你若是感觉有趣味，你就会当，你就通好买啊！嘿，好胜好胜。Remove 2 pawns， 加一个城，无爱。哦 ，pawns can walk 2 squares。原底的规则应该就是会使呢。原底迄个兵仔就会使，头一步就会使行，就会使行两步啊。Force feeding。Reloading without moving lets you squeeze one more shell into the shotgun when it's full. 哦，趣味。我会使迄个硬读迄个第三粒。无就选这。好，来，简单啊，简单啊。哦，行去较紧有啥物路用呢？对无？啊，我要安怎 reload without？ 哦。哦 ，Wait, you can do that？ 一个成就或者。一个成就合作，原来你会当安尼做，对，我嘛是头拄仔才知影，原来会使安尼。袂记一啦。再会。看卖哦，佮剩4回合，红球队当叮当，我是不是应该赶紧甲抬死？好，抬死啊！刷来都是国王啊！哈哈哈！救命！救命！无枪支啊！要 checkmate 啦！救命！一定爱用这才会当活落去。这，是安怎啊？啊，伊是王啊！这真正无简单呢。敢有新的枪啊？妖袂对无？对，妖袂。好，咱想看卖。我若是会当手足长，我就会当用这支枪。好，咱试看卖。好，知影。互我耍。哦，所以其实直接甲国王抬是上紧的。Remove 1 knight, add 2 pawns， 会使。好，到这。无设置起着。哈，对，游戏讲了对，丢毒就是马。过去暗暗，多谢你捧场。
这有够好耍呢！食饱未？过去食饱未？爱玉食饱未 ？Remove 2 pawns， 无爱，我介意兵啊。Blade， 啥物是 blade？ 阿叔暗安，阿叔食饱未？今仔日开较早，可能多侪人即摆才来，还袂食哦。等下去你食饭吼。天气寒的时阵就都想要食饭。鱼尸体暗暗。都想要食鱼汤，看到鱼尸体就想到鱼汤啊，歹势。你想要煮啥？阿叔食饱，好，真好。天气寒要注意迄个身体。这天气就都想要食烧烫的一寡汤啊，是啥物货？你想讲小蛋宵夜，是毋是搁爱食一个啊？食一个啥物咧？想要食甜的搁烧烫的。可能会使食一个啊，食一个啥物？啉一个迄个好啊，啉一个烧的迄个巧克力都应该袂歹。对，这个天气做好困。过去讲了对，这个天气真正是做无想要起床。早时要起床的时阵有够痛苦，我无法度离开我的眠床，毋通甲阮疼婚纱。烧仙草好呢，对，鱼尸体讲了对，沙巴鱼汤有够好啉的。足久无食沙巴鱼汤。迄个鱼糜嘛袂歹，其实嘛无算是糜啦，应该讲是汤饭，就是有一种鱼汤，伊会淋迄个有姜，嘛有迄个饭伫内底。迄有够好食，迄作暗的时阵，就是找迄个冷风啉迄，有一个气氛，我真介意。烧的豆油糕，袂使啦，这。安尼啉会死，迄个呢，爱洗药剂呢，袂歹，毋是袂歹，袂使安尼。毋过确实豆油糕就应该是甜的，无毋对啦。对，寒天的时阵食烧仙草，佮食迄个鱼汤，鱼汤也是鱼糜，也是鱼汤饭，感觉都真好。Remove 1 bishop, add 1 queen after 10 turns. Blade. 我做想要知影 blade 是啥？这个天气无想要出门。你若是厝里无物件通好煮、通好食，安尼会使考虑叫外送。这个天气就是爱叫外送呢，对无？这个天气叫外送有够舒适哦。你著踮厝呢，等人送物件互你食，搁看直播，做舒适，有够舒适，推荐互大家。这就是 blade， 我会使甲伊拄落，解决问题对无？有一种 Assassin's Creed 的迄个感觉。赞，原来是安尼。Bang, yeah！ 对，外送是你的好朋友啊。Piercing truth， 会当探过敌人。好，就用这好啊。开始有风hiệu啊。来食。对，有刀啊，毋是刀，有刀啊，有枪，毋是刀啊，有刀啊，有枪，真正是杀人的好工具，拢传遍遍啊，杀一个风hiệu，哇，这真正来送头的呢，送幸福。无家己叫过外送，安尼意思就是有甲别人同齐叫，家己叫确实是较迄个啦，
因为通常是毋是爱有迄个买到一定的迄个价数，伊才会有优惠，就是才毋免迄个外送费也是安怎的。所以若是家己一个人爱食甲免外送费，应该就会食足饱吼。所以有影。家己一个人叫外送是嘛无遐方便啦。哈？哦，恁是咧讲迄个？敢是啥物电影内底迄个戏文啊？因为迄个冠星可能较无咧看电影，咧看册哦，所以我可能毋知影。Remove one pawn. Add 2 bishops. 好，凊彩拣一个。嘛是爱设字吼，有风险有够麻烦的。对啦，外送较贵，有影啦，有影。小等看我的台看了会当继续困。啊，这个天气加困挂真正是足舒适有影。啊哈，得啊，足方便的。哦，这就是 knockback 的快乐。困去就袂晓啊，有影。有时啊，嘛毋是有时啊，对啦，有时啊啦，有时啊，无想要开钱的时阵，惯性嘛用这种方法。哦，有资源来啊！好，即摆应该上进办法，看敢有啥物上紧甲国王刣死的方法。Right click， 会当做迄个选啥物好咧？选这。好，刣人咯。袂使，袂使。哦，两粒声有够烦的。迄风叶啊。哦，安尼哦。叫超商有较俗哦。要死啊！好，安尼会使。泰国王解决问题，水。Uber 当现金付互超商啊？即摆有收现金的哦。因为即摆较无咧叫，即摆我的外送拢是叫庙公送。非得我嘛食无济嘛，叫庙公倒买一个就好啊。Last Guardian， 对，这我知影。Cavalry， 想看卖，我较介意倒一个，这较好耍啦，这会使行来行过去，无就选这好。学寮边啊，落去1分钟就到。学寮边啊，就是爱有超商啊。这才是一个要安怎讲好的，互学生的环境嘛，对吧？这嘛袂当行，这嘛袂当行，遐嘛袂当行。是啊，爱动头脑。这是安全的啦。
救命哦！我毋是有 blade， 哦，安尼袂使啊，原来是安尼。所以遮拢袂使行，安尼我敢若会当来。无啊，遮嘛袂使，安尼我应该无救啊，我有这啦。我来遮应该是安全的。等下哦，安尼我嘛是爱甲这用掉嘛。对，我看来当来，我毋免啊，我毋免用这啊！莫名其妙解决啦。这是 Rook Soul OK。Remove one king。哦，所以是安尼。甲王变做主角，啊，台死所有主角就会当都算赢。这，这好啊。好，所以即摆改做要真达台主角吼 ，Bishop 有两个主角，好知影。两个主角拢是乌的呢。好，啊，歹势，我较着急，我就想讲读较紧的，无大家都一直咧看我咧紧，豆较紧，就免看我算。Sabotage White Army。哦，我会使甲一个禁掉嘛，禁掉。我会使甲所有人下毒，我会使。哦，我会使直接拍3点。无我选这好啊。水。最近买一兜米，吹清饭。哈？配料理这无？这是偌省？这是有偌省？哦，困去啊，无要紧啊，困去无要紧啊。雄就死啊！One could。啊，我嘛是无新的穿通好用呢。啊，食清饭，食清饭配迄个料理节目，这听起来有点伤心呢，有点伤悲的。啊，毋过营养嘛是爱迄个啊，嘛是爱找机会食寡较有营养的物件，拜托。哦，对，这个 game 的声我足喜欢的，会互你感觉足放松的啦，互你感觉足轻松的，确实是了啊好困，有影。It's a king, OK。也袂死哦。凶着，我计是已经死啊！呵，顶来哦。头到底是发生？头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好了，叫波来。哦，有食巴拉好，有食巴拉啉豆奶，安尼好啦，安尼算是有营养啦。巴拉好食啊！哦，武士刀，会当做武士的意思哦。Once per turn, execute a piece with your blade.
without ending your turn. Oh, cool. Execute a piece with your blade. 哦，我若是用我的刀啊，甲人杀死，就会当加一回合的意思。好，好啊，算看卖。较俗的菜，香菇买一寡，细细甲饭共当一个炊嘛会使。我知影有一种是甲迄个塔马豆大粒的塔马豆，甲迄个米拢放伫电话内底。我是讲电话啦，毋是敲电话的电话，电话。啊，有先是讲电歌，拢有人讲。就是甲迄个塔马豆甲饭拢放电话内底。啊，听讲迄炊起来就足好食。啊，我是毋捌试过啦。迄听起来较，就是无，我就是冰大煮。讲实在，我就是冰大煮哦，歹势。看卖哦。啊，袂当徛遮。啊，袂当徛遐。哦，这一看就知影冠星无咧惊奇。啊，这就是武士刀的精神，了解啊。无毋对啦，人咧冰大的时阵吼，互伊电话伊嘛是冰大用啊。袂当来，对，我会使直接。耶！吧嗒，我无介意声呢。一斗米才290箍，你会当变一堆啥物？迄个懒人料理啊，是啥？其实迄懒人料理嘛算是有营养吼，应该嘛是袂歹吼。等下，我应该爱创啥？啊，我应该爱杀人。看卖，敢有啥物较危险的？无。耶！哇，快乐！哇，好耍呢！哇，武士刀好耍。otaku ご飯啊，或者 otaku 的料理嘛对。惯性就一个 otaku 无毋对，我拢踮厝呢，无要出门。别讲买啥，我就食啥。对，为迄个 shotgun king 直接变做啥物？武士刀的迄个武士刀 king， 雄变做战士有影。Royal loafers. Right-click a target and fire on your next move. 哈？什么意思？ Right-click a target and fire on your next move. 好，唔知影什么意思，就是选看卖。好，想看卖哦。乌的白。哦，对 ，Sword King， 啪，真是 Sword King， 好耍。啊，这摆拢袂使行，来遮安全。啊。
救命！这拢袂使行，遐嘛袂使行，这嘛袂使行。我爱先选来，这安全。哇！救命！哦，安尼有位啊，好。这会使行啦，刷来咧，刷来，好来遮好啊，我别走啊。解决风险啊，好。好，哇 ，Sword King 无用到 Sword， 来看卖啊 ，Fire Arc， 好，就这凊彩选，继续杀人，想看卖，无要紧，凊彩行。哦，水和尚，这样，哇，好，耶，红叶再回，哇，有够快乐嘅，哦，所以来看卖敢会当做一个迄个完全靠迄个武术刀来解决问题 ，Sword King。看起来是要袂使吼，无要紧。Grenade，当时有 grenade 啊？啥物叫做减一粒 grenade？ 这 game 当时有 grenade， 我拢毋知。grenade 就是迄个手中的迄个炸弹啦。无，这好啊，因为毋知影啥物是 cross the moat。原来是选 cross the moat 了后，伊就会出一条 moat 互你。好哦，会使接受。哇，伊即摆浸伫水底呢。武术的，想看麦，耶！对，向变做象棋的棋盘。变风叶，有影衰，救命哦！哈，这声好啊！好，水。
啊哈，有得啊，不对，有得啊，add one juke， 好，有得啊，就选得啊，哦，即摆就是安尼算，有得啊就选得啊，就安尼决定啊。变做 Sword King 吼，今日足欢喜会当来算即个 Sword King， 啥物 Shotgun King， 迄是一个误会好无？好啦，废话莫讲伤济，紧抬咧。啊！哎，伊选暗暗，哇，会当行到遮。遮袂使，哇，安尼会使行到倒位去咧？好，遮安全。哇哦，真正是 Sword King 诶，好耍诶。哦，哇，这比枪搁较好用。伊选食饱未？敢有食暗顿啊？天气看爱食好烧，穿好烧。想看卖。好啊，无这好啊。哦，有进步啊！头拄应该还袂到8楼对无？应该是头一摆到8楼。哇，人有够济！这真正诶，真足伤。耶！啊，救命！惊死人啊！遮侪人。哦，是风萧，就无介意风萧。等下哦。哦，遮会使。水。这是王，好，哦，对，这是王，好，耶，好耍，有赢就讲好耍，无赢就讲无好耍安尼。Refill your ammo and reload your gun. +1 ammo max. Add 1 extra soul slot. 这袂歹。来看卖白色的是啥？Add 1 pound every 5 turns. 那是无差呢。好啊，无选这种。哇，到9楼啊！好，先看卖。耶，太人耶！等下，哎呀，哦，有食过啊，买好的外套，大家拢讲外套还是外塔？哪像拢有人讲？
对，这个天气买新衫嘛是足快乐的一项代志。冠星嘛，足久无买衫，哦，应该会使准备甲五星借钱啊！诶，无啊，行到遮应该是对的啊。啊，毋对袂记得要安怎走啊！The Simpsons は耳を守ることができます。这敢是头拄仔迄句的正确的版本？你敢是去查？看敢有新的唱，应该是无。无。哦，西风暗暗，你遐敢若有加穿一领衫，才会讲塔衫？哦，有听过塔衫？拜买啊！我想要先看卖新的穿呢。搁一摆吼，搁失败，咱今仔日就休困啊。头前简单的吼，咱就凊彩算吼。简单嘛。后一关，若无失败，就算到12楼吼。伊若像是到12楼就算过关，吼，若无失败，咱就做一摆去12楼嘛好，对无？这是啥物意思？哦 ，King can't be killed。我头拄仔读做迄个 Knight can't be killed if a knight is alive 。我就想讲啥物意思？马若是无死，就袂当甲马刣死。Move range， flip card if there's no knight on the board。奇妙。Your bullet have a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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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好，这好啊。哦，安尼你查到应该是正确的。我感觉这方法袂歹呢。大家若是想要学一个新的语言的时阵，就会使伫头壳内底，就是会有家己想的版本嘛。才去查看觅，就知影敢有对。家己有经过即个去查的过程，应该印象嘛会较深。所以，这有智慧哦，这个方法好呢。Succubus add one queen。哦，这大家毋是大家，加一个风险，无爱。When you kill a piece， 这我介意。鸟鼠啊好耍。我毋是要开枪呢。鸟鼠，我介意鸟鼠，好耍。危险啊！来遮。Bang。Slows down white and black backup cards by backup。冠星上，敢讲会伤大声？我讲话伤大声啊！冠星酱，你叫我冠星酱，我讲话足大声呢。无也是讲迄个 game 伤大声，无我较轻声细细好啊。
二景诶。哦，钓伤诶行较慢诶，安尼我有介意。好啊，无得这。嗯，哦，诶，啊啊向失败啊，拄啊好9点，有够好笑。好，咱就直接拄啊好伫遮结束吼，嘛是真拄好啦。好好好，多谢大家今仔日来看我耍即个足趣味的 game 哦，我头一摆耍诶，感觉真趣味。诶，对呢，这真正就是向都拍无啊。哦，了啊困扰，这真正是天意吼。对，这无法度啊，后壁着接律心有保护大家的耳仔。律心安怎保护大家的耳仔？就是互大家拢臭耳，大家都拢听无啊。臭耳的人就袂阁臭耳一摆吼。多谢律心。好啦，好来点名吼，来点名。哦，多谢大家今暗吼来陪冠星生这吼。好来，结婚暗暗，过客暗暗，夏夜暗暗，西风暗暗，依船暗暗，雷梦爱玉暗暗。无是冠星爱感谢大家的陪伴，多谢大家。阿叔暗暗，好，袂辛苦，袂辛苦，都来耍一个 game 尔，甲大家开讲有够欢喜的。毋过等下爱小可加班一下，所以小等就是辛苦的部分。游戏暗暗，多谢大家。好，咱明仔载吼，明仔载五星下载啊，五星下载9点有迄个时事台哦。明仔载暗时8点阁有录新的迄个超级赌主会，伊甲因两个朋友会来耍迄个破坏友情的 game，大家当期待一下。好，多谢大家，多谢大家今日听我讲一寡有诶无诶，看我耍即个，真正都好耍啦。要咧丢毒敢要买诶人，会当买啊，会当买，无贵啦，差不多200几箍尔。推荐互大家，这一定会使耍足久诶。好，好啦，今仔日的海信就到遮，足期待后摆佮大家相会。好，感谢大家，安尼咱啥物时阵再会啊？有要 Discord 同行证的朋友吼，咱拜三再会；无要的朋友，咱拜五再会。好，多谢大家，后摆再会咯，拜拜。